今日教大家整嘅係香蕉燕麥 pancake。基本上材料好簡單，4樣就可以啦。首先將香蕉壓碎成蓉，咁樣就差唔多啦。然後加入1隻雞蛋，並將雞蛋同香蕉攪勻，放2湯匙低筋麵粉，再放1湯匙即食燕麥片，將所有材料攪勻，平底或開中細火。為咗食得健康，我哋會用橄欖油，可以用湯匙加入麵糊，煎大概1至2分鐘。見到麵糊邊緣開始變乾，就可以反轉煎第2面。當2面都煎到金黃色嘅時候，就可以上碟啦。再加上我最中意嘅士多啤梨。咁就大功告成，好適合做早餐或者下午茶都得㗎。希望大家鍾意啦〜